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賽馬頻道。我哋嘅貼士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為主。嚟緊6月28日，沙田嘅日馬共有9場嘅草地，2場嘅泥地賽事。當日嘅開跑時間係下午嘅4點鐘。跑馬仔貼士界面嘅用法簡介。跑馬仔貼士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作參考，而每一場都有一隻值得留意嘅馬匹作參考用。左手邊嘅圖表顯示係馬膽，跟住就係配腳嘅兩匹，分別係首選同次選嘅配腳。每場都有一隻值得留意嘅馬匹，俾馬迷作參考之用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至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004米，馬膽係霍雲星策騎嘅5號領創動力，拖嘅第一匹配腳；黃志雲策騎嘅2號添喜雲，第二匹配腳；潘頓策騎3號線路萬里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少禮策騎13號友誼喜悅。第二場5班1002米，馬膽係蔡明少策騎13號音樂人生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黃志雲策騎呢隻4號聖多多。第二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一隻14號伶俐標區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潘頓策騎呢一隻2號東方福寶。第三場3班2000米，馬膽係潘明輝策騎呢隻2號愛心神區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一隻6號君子傳承。第二匹嘅配腳係黃志雲策騎呢一隻3號嘅共享富裕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湯寶新策騎呢隻1號嘅快路。第四場4班1002米，馬膽係奧爾文策騎呢隻8號嘅冠輝和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一隻5號嘅合火噴泉。第二匹配腳係艾杜拿策騎呢一隻4號嘅金創福威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少禮策騎呢隻12號嘅的愛好。第5場4班2000米，馬膽係蔡明少策騎呢一隻13號嘅暴風雷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一隻9號嘅風起雲湧。第二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一隻6號嘅雙贏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黃志雲策騎呢一隻4號嘅三光飛龍。第6場4班1002米，馬膽係董明朗策騎呢一隻4號嘅拍馬蘭追，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一隻2號嘅實力派。第二匹配腳係梁家俊策騎呢一隻1號嘅幸運多彩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賀銘年策騎呢一隻12號嘅樂河。第7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霍雲星策騎呢一隻6號嘅天時明區，
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9號嘅川河盈區。第二匹配腳係艾杜拿策騎呢隻11號嘅大利好運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班德禮策騎呢一隻7號嘅翠兒威威。第8場1班1000米，馬膽係董明朗策騎呢隻7號嘅紅日社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艾杜拿策騎呢隻2號嘅氣勢。第二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一隻6號嘅馬力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黃之雲策騎呢一隻1號嘅魔術控制。第9場4班1004米，馬膽係梁家俊策騎呢隻1號嘅唐不甩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艾少禮策騎呢隻2號嘅同生同樂。第二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3號嘅嘉應晉升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黃志雲策騎呢隻10號嘅金運來。第10場3班1650米，馬膽係蔡明少策騎呢隻2號嘅黃龍飛將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6號嘅超加加。第二匹配腳係梁家俊策騎呢隻5號嘅自跑得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杜拿策騎呢隻7號嘅肯佩斯。第11場3班1004米，馬膽係董明朗策騎呢隻10號嘅紅愛社。拖嘅第一匹配腳係潘頓策騎呢隻4號嘅喜尊龍。第二匹配腳係黃之雲策騎呢隻2號嘅方唐武士。呢一場值得留意嘅馬匹係艾少禮策騎呢隻8號嘅飛馬先生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